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講到耶穌有一日自己祈禱嘅時候，啲門徒喺佢身邊，耶穌就問佢哋：人哋話我係邊個啊？門徒回答：有人話你係洗者約翰，有人話你係厄利亞，又有人話你係古代先知之一，復活咗返嚟嘅。耶穌又再問：咁你哋呢？你哋話我係邊個？伯多祿就答：你係天主所揀選嘅基督。耶穌就嚴厲咁吩咐佢哋唔好同其他人講。佢仲話：人子必要受好多苦，要俾司祭同經師佢哋拒絕，最後要被殺，但係第3日會復活。小朋友，耶穌今日問門徒一條好重要嘅問題：你哋話我係邊個？伯多祿答得好清楚，耶穌係基督。呢個提醒我哋，唔只係人哋點講耶穌，而係我哋自己心裏面要清楚知道耶穌係我哋嘅救主。主耶穌，多謝你愛我哋，唔怕受苦，仲為咗我哋死而復活。求你幫助我哋，好似伯多祿咁樣，勇敢咁承認你係基督，永遠相信同跟隨你。阿們。